大家想象一下，喺一個陽光明媚嘅下午，你行到附近嘅街市，見到一盒鮮紅欲滴嘅士多啤梨，你有冇諗過呢粒士多啤梨點樣由佢嘅出產地經空運嚟到你嘅手上呢？ Hello， 大家好，我係 Jack， 我喺香港理工大學就讀供應鏈管理及人工智能數據分析嘅本科生，啱啱喺國泰貨運站完成咗暑期實習。喺實習嗰陣時，我主要負責推廣電子提貨單 ESRF 系統，幫手貨運代理商提高提貨效率同埋完成清關手續。雖然我只係參與整個供應鏈嘅一小部分，但呢一次嘅實習令我對航空貨運行業有更深入嘅了解，明白到呢一個行業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只係靠體力勞動。事實上，航空貨運行業係一個充滿技術同創新嘅行業。等我帶住大家去探索一下士多啤梨背後嘅物流旅程啦，藉此了解究竟航空貨運行業究竟係一個點嘅行業。當貨運飛機抵達香港後，呢批士多啤梨會經地勤人員送到國泰貨運站前嘅停機坪，我哋嘅團隊會檢查呢一批貨物嘅狀況，之後同地勤人員進行交收，然後用拖車將貨物拉入貨運站內進行登記。我哋嘅團隊會優先同快速地處理鮮活貨品，並安排經先進同自動化嘅物料處理系統直接進入鮮活貨品處理中心嘅提貨區，確保佢嘅溫度同保持新鮮。而貨運代理商亦都可以快速提貨，並進行線上排隊等候清關。整個鮮活貨物提貨流程快而精準，確保你哋可以享用到真正空運直送嘅士多啤梨。你有冇留意到國泰貨運站除咗全自動化嘅物料處理系統外，藥物同溫控貨物處理過程，無論係入倉、溫控、提貨，整個過程都係處於溫控情況下進行，令需要溫控嘅貨物得到最佳嘅保護。我哋亦都推出咗電子提貨單 ESRF， 呢個係同香港機場管理局共同合作開發嘅數碼化進口取貨方案。透過 ESRF， 我哋簡化整個取貨流程，比傳統使用紙張表格更安全、更環保。另外，我哋同貨運支付平台 PayCargo 合作，推行咗電子支付 e-payment 服務。貨運代理商喺取貨嘅時候，只需要電子支付就可以完成整個付款流程，非常切合現時嘅趨勢。航空貨運業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同時亦不斷演進同改變，已經唔係一個傳統嘅勞動行業，而係一個不停創新嘅可持續發展行業。現代航空貨運業已經邁向智慧化發展，並逐漸使用人工智能 AI 提升效能。香港機場三跑道系統已經喺2024年11月28日全面啟用，標誌着機場發展新嘅里程碑。各位對航空貨運業有興趣嘅朋友，應該要好好充實自己，探索更多新技術同航空業相關嘅資訊，為未來加入我哋呢個行業打好基礎。我哋一齊努力，為航空貨運業嘅發展創造更多可能。